成语篇说，魏龙豪、吴兆南合说。今年呢是4687年。不，今年是1990年啊。你说的这是西历啊，那你说的那是中国历。中国历啊，皇帝纪元今年是第4687年。哎，那不普遍，大家都不用。其实大家都用，不过不是天天用。那什么时候用呢？凡是一提到中华文化，大家都用。哦，5000年文化。对了，对，中国有5000年文化，可是很多人呢不能互相通话。各地方有各地方的方言，谁也不敢说呀，各种方言全能够听得懂。那倒是。那就说呢，那就更难了。幸好啊，文字统一，书同文呢。可是各地用字也不尽相同。怎么呢？比方说吧，这个小孩这个名词吧，小孩怎么了？北方叫小孩，上海呢叫小女，广东呢叫细仔，台湾话叫音呐。对，用法不同。北方人说这个微风，微风不小；广东人说微水。哦，微水，有风有水。就是台湾一省南北这语文也有不同的地方。是啊，比方说读书这个名词啊，台北呢叫打租，这要到了南部呢，那叫打菜。啊，意思是一样，用字不同。最可贵的是有这个成语的存在，古今通用，南北一致，人人都懂。举个例说吧，我们大家要同甘共苦，一心一德，贯彻始终，大家都懂了。是啊，言简意赅，简单明了，3句成语，12个字。要是用大白话说，120个字也说不清楚。至于吗？喂，这么样吧，您试试。我们大家要有了甜头啊，大家分着吃；有了苦事啊，谁也别想跑，谁也别贪多，谁也别嫌少，谁也别争，谁也别吵，多了的别乐，少了的也别恼。大伙儿呢，一个心眼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一个模样，一个德行。呵，从前怎么样，现在怎么样，将来还要怎么样，到死还要怎么样？您这什么跟什么呀？这是。这用白话说呀，还真难说清楚了。这就显出来啊，用成语的优点了。就是谈恋爱吧，也得用成语。谈情说爱啊，一男一女走在公园里头了，男的说了：“哎呀，你看今天呢，风和日丽，鸟语花香啊，令人陶醉啊！咱们是一见钟情，我对你是一往情深，你真是美丽端庄，秀外慧中，尤其是你那一对灵魂之窗。”双瞳点水，炯炯有光，跟你站在一起呀，显得我都自惭形秽了，相形见拙。这要是用大白话说呀，又不太好听了，是吗？嘿，今儿这天还真不赖，小风吹着，不冷不热啊！你听着鸟，哨得多棒啊！这花儿还真他妈的香嘿！我真想在这儿睡一觉。你猜怎么着？那天呢，我头一眼就搂上你了嘿！我天天琢磨你，你长得太帅了。头是头，脚是脚的，又机灵又刷里，真是水晶肚子玻璃心呢。尤其你那一对贼眼珠子，又大又亮，跟电灯泡似的。哎呀，跟你站在一块儿啊，我简直成了武大郎了我。这么谈恋爱啊？这恋爱非吹了不可。那可不嘛，这成语用白话说呀，还很难恰当。成语虽好不是，可不能够乱用哦。前2天有位老先生98岁了，他过生日大庆，他的小孙女给他拜寿，一鞠躬，祝爷爷长命100岁。啊，听着就别扭。怎么呢？合着就许他爷爷再活2年了。对，这长命100岁那是给小孩办满月的贺词儿。对老人家不能这么用。现在别说孩子了，大学毕业生啊，也不见得呢全都懂这规矩。那倒是。应该啊，说寿比南山呐，什么万寿无疆啊，这就对了。你对于这个成语还很有点研究吗？要讲究说成语呢，
比你虽然不敢说是略胜愈筹嘛，也要说个不相上下。趾高气扬，神气活现的啊！说成语嘛，咱们比比谁说的巧妙，用的恰当，不落俗套，各显其能，一较长短，一决雌雄，怎么样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怎么了？诸位观众都比咱们学问大，何必班门弄斧，贻笑大方呢？至于吗？谈到说成语，必须先了解这句成语的用意。用对了地方，那是恰到好处啊！要是只凭着道听途说，学个似是而非，那让人听着是哭笑不得，难以忍受啊！有这么严重吗？你不信，咱们俩人表演一下乱用成语。乱用啊！好啊，咱们试试。来啊！哎，你叫什么来？我叫魏龙豪啊！行了啊！哎，你不是那个喂不饱龙耳朵的昊天犬吗？不啊！嘿，好啊！哎，那你不是那无暇阿蒙罩不住的男盗女娼吗？哎，好了。哎，我说这个昊天犬呢？哎，呸！我还答应呢。怎么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在这儿金鸡独立呢啊？我是鹤立鸡群，自立自强。哎，你别自作多情了，我看你是自命不凡，自不量力，自欺欺人，自鸣得意呀。不，我是胸有成竹，我在这儿守株待兔。我离你远点吧，我。哎，你要面对现实，不能知难而退啊！你别在这儿不识抬举了，自我陶醉。走，上哪儿去？请到我那个四海为家，咱们逍遥法外，为所欲为一番吧。何必在这儿口是心非，坐以待毙呢？哎，不成，我并非恋恋不舍，饱食终日，实在是因为我念念不忘我们家有喜事啊！我知道，你是狗仗人势。不，你才狗仗人势呢！你骂人口出不逊，不跟你说了，你自个儿说吧。自个儿说就自个儿说，我是自言自语，自得其乐呀。你就自作自受，自甘堕落吧。哎，回来。不可轻举妄动，你稍安勿躁，赶快回头是岸，回光返照啊！回来也给你个相应不理，若即若离。哎，不要一触即发，火冒三丈啊！还是到我那个一室一家去说唱，苦中作乐，出尽洋相吧啊！哎，你干嘛非我莫属，非我不行？如胶似漆，如影随形。那不是因为咱们两个是臭味相投，物以类聚吗？狐群狗党，如兄如弟，狼狈为奸，咱们再接再厉。哎，好吧。哎，您那家在哪儿？这才高筑啊？我家住在丧权辱国，贻笑倾城。什么是哪个区？招摇过市，宁死不屈。什么道？哪条路？愿生在道，原形毕露。这什么地方？怎么个走法呢？你勇往直前，抱头鼠窜，不要左顾右盼，直到走投无路。哟，没路可走了，那不叫我进退两难吗？前面有河挡着。什么河？信口开河。有桥吗？原先有哦。什么桥？过河拆桥。得，又给拆了，那过不去了。不要紧，有船。是轮船呢，还是帆船？是3代单船啊。那船能走吗？一泻千里呀。好，那我在哪儿下？16群下。下船就到了。哦，不行，还得起汉啊！您得骑上害群之马。哎，不行，这个我小时候曾经马失前蹄，到现在我还心惊肉跳呢。那您只好坐那个老牛破车了。可以，平安是福。穿过大逆不道，就是穷途末路了。那要走多远呢？鹏程万里。好嘛，越走越远了。我绕过那开门见山，有座莫名其妙，你要在那儿江河日下的了。好，这回到了。没有啊，你还得问道于盲。那再问问吧。您那是什么街呀？老鼠过街。好嘛，我走那儿非挨顿打不可。哪条巷呢？花街柳巷。瞧您住这地方，门牌几号？不3不4。楼上楼下？空中楼阁。那第几楼呢？7上8下。这不好找，这个您
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标志？有一堵墙，影壁墙。不，狗急跳墙。哎，你有急事可以跳过来谈谈啊。我有事咱们打电话好了。指桑骂槐旁边啊有个生死之门，那我走生门，可侯门四海哟。那有近道没有呢？有，羊肠小径，只是冤家路窄呀。哎，为了抄劲儿，我还是走小路吧。你可得一棒在手啊！干嘛呢？要打扫惊蛇呀。哎，蛇我倒不怕呀，还有丧家之犬，我也不怕狗。我怕你忙中有错，误入歧途啊！哎，您住在哪院里头吧？安关寺院哪间屋？非法贪污，那就好找了。你是贵客临门，我要节尊恭候啊！哎呦，那可不敢当。我对你是时刻挂心，朝思暮想，佩服的五体投地，没有话讲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梁上君子。我呀，我早就金盆洗手，退出江湖了。我代表我们全家欢迎你这位狐朋狗友，愿你永垂不朽。我死了，说你的精神不死啊！那还不是完了？你是死里逃生，生不如死，死去活来。我那儿折腾呢。咱们是生死之交，台湾相交，那啊，患难之交。哎，欢迎势利小人大驾光临。您这是捧我呢还是求我呢？哎，你先喝点水吧。有什么水啊？拖泥带水。那多牙碜呐！抽烟吗？抽。来根七窍生烟，我给你点上赴汤蹈火，好吗？我这玩命呢。要不来杯酒怎么样？少喝点行。你是喝天长地久呢，还是喝贵妃醉酒呢？我这两样我喝了非醉了不可。再配点卤菜吧。好，您都卤的什么？狼心狗肺、鼠肚鸡肠，那没法吃。给您来几个热菜。热的好啊。都有什么菜呢？有酱爆呆若木鸡、清蒸混水摸鱼、白煮顺手牵羊、红烧虎背熊腰。哎呦喂，那好吃吗？还有饭，有面，有粥，有点心。你吃什么？饭是明知故饭，面，牛头马面；粥是顺水推舟。那什么点心呢？废物点心。太多了，不要紧的，你可以吃里扒外呀。您准备这么丰富，多谁陪着我吃啊？你呀，你就一个人孤芳自赏，一个人狼吞虎咽吧啊！哎，你也不陪陪我呀？那好，行，那咱们俩人就不分彼此的吞吞吐吐。那多恶心呐！哎，对了，您家里人呢？哎呦，全都劳燕分飞，各奔前程了。你哥哥呢？公司开会。哦，开会啊，开牵强附会。你嫂子呢？去看电影。哦。看杯弓蛇影。孩子们呢？学校唱歌。哦，唱四面楚歌。哎，没看见你太太呀？听戏去了。听什么戏去啊？全本的粗中有戏。伯母呢？您问我妈呀？啊，嗨，别提了。老太太怎么了？病入膏肓啊！哟，得的是什么病啊？内忧外患不治之症。看的是中医呢，还是西医呢？不中不西。吃的是什么药呢？不可救药。哎，那怎么不打针呢？打了，打的是弄假成真。好点没有呢？下反瑶池了，死了。所以啊，我如今是举目无亲，乐极生悲了。哎，还是啊，你的命好啊，你是五世其昌，金玉满堂啊！哎呦，谢谢您了，我的爷爷奶奶都90多岁了啊，日暮西山呐。我父亲母亲活宝一对，我跟我太太一丘之貉，我们那孩子也结了婚了，欢喜冤家，生了个大胖小子，来路不明。你说点好听的行不行啊？你们是五代同堂，勉勉强强，盖棺论定啊，男盗女娼。我去你的吧！